呀，好，咱开始来读吼。1656年10月4号、5号，拜三、拜四，无值得记载的代志，透北风好天。10月6号，拜五，因为赤坎浪地筹作11座的白寿大会，本个月20号就要举行。所以今仔日就用中文甲荷兰文打出说明此事的公告，以便大家拢会当对此来加以思考甲计算。有淡薄仔发生各种的迄只大篷船肉错，今仔日又搁修理甲会当航往平湖咯，将伫最近出航去遐，写互伫平湖遐的船只的主管的上批，也已经交互即只大篷船的代工啦吼。并且的天气乌阴，落寡雨，风现在对海上看起来完全是对南方吹来，海水摇荡，就是有影啦吼，风龙作响啊，什么意思呢？海水哪会响？好，马文甲文恁好吼。昨歹势临时才取消，因为阮昨圣诞面，阮即个亲家亲五请食饭吼，我袂记咧，想到的时阵才好。咱继续读落吼，1656年。另外奇怪是，我今仔日发现讲，我即个课今仔日我遮拜四即工即个课，哪会熄时间，敢若慢1点钟啦。我不管啦，时间到我就开始上啊吼。好，10月7号拜六，即个港岛甲海上吼，拢影真大，有大雾，日是落大雨，并且对东南方继续一直透强风。要暗下风力渐渐啊增强，后来变做强烈的暴风，风太过来啊！安尼对东南方透来业大雨吼。停我伫此地栈桥的快艇个 Z 航号，需要用几条锁啊绑伫即个陆地上吼，并且用钉甲其他方法特别来甲伊固定。迄只大篷船 Apple Boom 号也需要用同款的方法固定伫此地岸边，装了4把箱糖，停伫航道上，准备若是天气良好，就要出航去平湖。迄只大篷船 Rootwas 号被迄个强大的影吼大力的摇吼，滴到该船的小艇被摔出船外，害出船外了吼，被冲走。愿上帝保庇这只大篷船。有几只舢板今仔日伫此地航道上，遇难吼，沉去。即场暴风毋若规暗，继续日透风力还佫一直加强。暗时啊，对南方甲西南方佫较强烈地透来。此地已经有几若年无发生过遮尔恐怖的强烈暴风，哇！这比前几工迄个风台佫较严重就对了吼，强烈到所有的建筑物拢咧震动，拢害起摇起来吼，造成极大的损害吼。让野声市镇里的厝真侪倒去，倒甲四骹朝天吼，倒翘啦吼，变成乱石一堆吼。迄寡水甲海流的遮尔大冲力，造成即个损害主要因素。水涨到遐尔悬，地高该市镇下面迄边会当用舢板航行。真侪人就是安尼用舢板逃出因的厝，救了因家己的命。伫后半暝约3点半的时阵，暴风转往西方透去，迄时风势开始就减弱。豆豆平静落来，迄时市镇迄个上水迄寡地带吼，迄个位啊，就是北边甲东边，海水佫悬过半个人的悬度，迄寡水啊冲到即个城堡角城北边城墙啊遐，但是无偌久就退入去咯。
都逃去咯。10月初8礼拜日，透早天光的时阵，才看到讲迄只大胖船 Rudolph 已经对于停船的所在被飘去，看伫个约略下过北线尾东边一段距离的迄新港溪的念头顶吼，也互人大感惊吓，看到讲迄只快艇马海神号的残骸对伊平船的所在，虽然还佫有2个钉固定伫伊平船的所在土里，也是被即个杀到赤坎方向，约了一个步枪的射程的所在，强要徛伫个踮咧遐吼，强要徛起来吼。即种情形，除非有极其强大的力量，是绝对做袂到吼。规下被派去遐的水手，甲迄只船的警备室内底大部分的武器拢炸转来遮咯。伫咧即个城堡头前的迄个栈桥已经完全被冲走，连一支条仔都看袂到，因此即个栈桥必须要重新来建造。连即个城堡下面的装造的码头的一部分，以及迄个台湾市镇吼去的沿路的即个布花木沙也被冲蚀，真侪石头啊吼，真侪圆石啦吼，圆石头啊，对遐被杀到即个绿地上悬悬的所在吼。即个城堡下面的道路，以及沿即个角城往海去的道路，也被水严重来冲坏去。真侪所在拢必须要重新来起咯。迄只快艇瑞航号如上所述，伫个岸边用几啊钉甲几啊小钉固定的，有一寡钉被拖离开土地，直到该船被拖入去水里。不过该快艇也佫大部分固定伫迄寡钉遐。但是，即只船的2支桅杆拢失去，因为即个港遮的影，就像海里的影遐尼悬吼，遐尼啊大，互该船被海甲足厉害，因此该船迄支大桅杆倒去了后，为着要保全即只快艇的船体，也甲迄支前桅甲扑断。迄只大胖船阿波本号也佫保持伫用锁固定伫咧岸边的状况。阮为此必须要感谢俄罗上帝，也特别为着 Rudolph 号的平安感谢俄罗上帝。有一只大船 Vrede 号的小船停伫咧楚地南港里，被中关的水冲到岸起来吼。头家河边的徛架头前吼，就是船冲到即个河滨引导头前吼，南港的规个沿岸甲迄条叫做庙街的街啊吼，庙街下底有注卡讲直接翻译起来是教堂街啦吼，但是荷兰人并无伫咧人家城市镇内底建教堂，所以应该是只有希腊人的即个庙寺的街仔路吼，会当对这嘛会当傍证当证明讲，迄当阵希腊人，因组织徛起的即个雷兰亚社市镇内底有起有寺庙吼。好，讲即个庙，迄条叫做庙街的街仔路，差不多拢互舢板甲蚵仔船吼。这科仔船这毋是蚵仔啦，伊是即个可以的靠边仔是船里边啦吼，即毋知啥物船吼。讲除了舢板甲即个船吼，蚵仔船吼，科仔船吼，甲即个庙街街路踏甲甜甜吼，也有真侪茶甲土炭吼，毋是土炭，真侪茶甲茶炭对河边的土地漂流出来。迄个所在伫咧迄个市场的边仔，也有一只大蚵仔船伫咧迄个南港的无柳遐平船。科仔船，我袂读，我查一下即里敢有读？汉字，读做高或者是客吼，船啊吼，大只船载物件的船吼。
速力拿马伫陆地咧走吼，是啥物意思啊？速力是啥物件？好，大只船啊吼，叫做科仔船吼，科还是高吼？科仔船。后来，阮去踅即个热兰野社市镇一阵，看到即个市镇的情况非常的凄惨，因为地势较低的所在，遐的厝大部分拢倒去，变成一堆乱石。甚至真侪最近才起好的厝也倒去，特别是伫咧北边迄寡厝，差不多拢倒去啊。伫咧东华迄寡厝也差不多倒了。伫咧南港迄边嘛，真侪厝倒去，特别是伫咧南港的对岸吼。河滨甲其他人新起的迄寡真水的厝也拢倒去，沿着迄条叫做庙街的街仔路，也有几间厝倒去。每一条街仔路拢有厝倒去，有的街仔路，有的街道倒去的厝真较侪，有的较少尔。伫迄寡街道就是街路甲厝的对，阮也看到几区即个新仔妇人人甲囡仔的尸体。安尼可能死亡的人还阁真侪吼。简单来讲，即个热兰野城市镇已经差不多变做诚做荒废去的所在。阮听讲，即个市场真侪人拢用奇妙的方法，家己救家己的命。即种代志只敢来当用真特殊的观点来看待。哇！所以这是一个大灾难吼。伫即个10月7号吼，1656年10月7号，这算一个真大的灾难吼。伊即马即个，咱即马绝对是新闻报几个月吼。即个城堡呢，甲外口的厝吼，也无一间厝无遭受到损害。有的是厝顶歹去，有的是壁歹去吼。但是当阮北山尾沙洲迄边看过去，本来迄边沙洲顶阁有新仔人的渔场，即马连一间细间仔厝都拢看袂到，全部被冲走，被水淹落去吼。伫迄边的绿地上，无任何因的痕迹会当看会到，因此阮相信伫遐掠鱼医生吼，有因固定徛家的迄寡人，即马已经全部被大水来赶走去吼。因的某囝同侪拢应该拢淹死，因为阮无听到任何关系到因的消息。阮为即寡邻家啦吼，感觉真伤心。有朋友住伫遐的人，更较伤心咯。尊贵的公司因为即个暴风雨遭受到上惨重的事故。到现在，阮所知就是阮真艰苦听着讲，伫咧北山尾沙洲顶迄个海堡，因为迄个大水甲极其强大的暴风，约落伫咧迄暝的12点钟，迄时风力上强，壁忽然间倒去吼，就是海堡啦吼，海堡的壁忽然间煞倒去吼，条啊、废娘也散落来吼，因此已经完全毁坏去，有5个荷兰人死伫咧下底，其余的人会当加载会当逃脱，但是还是无法度避免受伤。只敢有一个人例外，因有的人骹断去，有的手断去吼，或者是遭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伫遐担任指挥官迄个中士嘛受伤，迄寡人看起来拢真可怜。阮对咧北边、南边行去，所看到的嘛是同款凄惨的迄个景象吼。伫咧南投园迄寡真水的渔场甲3个渔村吼，全拢毁坏去，并且被迄个强大水甲吞掉、甲淹去啦吼。因此，阮真烦恼，讲伫遐淹死的人数会比伫咧北山尾淹死的搁较侪。因为伫迄一角位啊，规个沿岸的所在，以早住真侪人，即马连一间厝都看袂到。而且也有人甲阮讲，迄只大篷船埃普本号的少房甲一个士兵，也伫迄边第一渔场遐淹死，因是去遐去采买吼。伫即个南投园有几啊所在被海水冲刷吼，离开吼。海水灌穿到海内底去，迄个海水的威力遮尔大到规个
悬的即个区陵乡的南投树，拢同齐被冲走毁坏。其中有一所在，就是迄道冲开的水面，足足有3个步枪射程遐尼宽吼。另外有一处虽然讲水面无遐尼宽，却有6尺深，而且佫有各种的即个窟啦吼，互迄寡急着要逃走的人无路可走吼。因此，伫迄寡冲开裂开的土地上被冻条的人，就必须都一定会淹死咯。下过迄个叶绿，就是叶绿地，看到迄个大水也强烈冲击过的本岛的绿地，有一寡农园甲稻田吼被水淹去，而且伫迄边，特别是伫迄个规个赤坎农区吼，共款也有真侪农夫的厝倒去。伫咧即个叶绿，伊是写假路啦吼，这什么意思啊？叶绿兑换伊即个翻译的时阵，直接翻译伊的意思吼，叶绿对啦吼。伫即个叶绿兑换，叶绿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一个 channel 吧，一个海峡安尼啦吼。伫即叶绿兑换，新仔人大规区的厝吼，也拢被北风吹倒去吼。哇，真恐怖啊！这厝拢倒了嘛吼。伫即个城堡后面倒手边迄个木工的即个工寮啦吼，也倒去吼，木工坊吼，木墙的厝被冲走，伫迄边所有的悬地甲徛起的厝拢完全被写做平地吼。因此，对城堡一直到越过迄个南投园的规片的土地拢变成平地，而且大部分土地拢搁淹伫水的吼。哇，这实在是足严重的风台吼！进前才过无偌久尔，进前迄个算诚大，就已经算是足严重啊吼。当然是算是遮准啊吼，几百箱的糖，即嘛即个风台吼，诚恐怖。阮真想要知影讲，普罗宾西亚甲迄边的农产即嘛状况如何，也真想要知影讲，阮派驻伫芒港、嘉义、龙年门甲药港其他所在的外哨的消息。伫顶一厝的北方中，快艇马海森河都已经平准了吼。伫即个附近规个春夏年的教堂、学校教室甲其他真侪厝都已经被吹倒去啊吼。阮真烦恼，讲即一厝搁较强烈的北风，恐惊阮将会听到搁较侪真多搁较大的不幸甲损失吼。长官阁下甲议会议员。今仔日早起巡视了日兰野城市镇了后，就先派人四过去敲锣宣布命令，讲若是有人去迄寡倒去或者是损害厝呢去抢偷或者是摕走物件，将会受到少年落野1年的处罚吼。因为迄寡厝呢的人可能也挖地，为着要执行即个命令，除了派官员带领执法的迄寡部属去迄个市镇巡视，也派几士兵由因的下属带队去驻守伫迄个市镇里看管监视。日是好天气好转，微风对西方吹来，暗时啊对北方吹来。105、6年10月7号吼，10月8号啦，10月8号大风台啦吼。10月7號吼。再来是10月9號禮拜早起，天氣真好，有出日。派驻倒來鹿耳門外哨的一個士兵，今仔日對遐來取地報告講，根據伊所在，伊是派駐伫遐7個人當中唯一個活着的人吼。來耳門啦吼，鹿耳門來倒鹿耳門吼外哨吼，鹿耳門吼，伊看到伊的頂死。迄个下士吼，因死倒伫咧北山尾沙洲的西边，驻守伫咧迄个外哨厝呢，伊的规仔đồng伴吼，伫咧迄间厝被冲走的时阵呢，被大水冲走的时阵，拢被漂往海外去，真可能已经拢是淹死啊吼。伊家己靠上水甲爬上几支竹啊吼，救了伊家己的命。
伊早规工规暝拢一直拍伫迄寡竹啊顶头，因此呢，其他迄6个士兵大开始拢淹死啊！吼，遐个副场也完全被冲炸哦，这是，这个现场报道啦吼，咱即嘛上近距离咧听一个人，一个生存者讲的吼。本来住伫遐个遐尼侪死仔人，即嘛连一个嘛看袂到。根据伊的看法吼，派驻嘉义外哨迄寡人的情形也袂比因较好。对迄边阮也未接到消息，不过阮已经派领航员 Sic Peters 坐3班去遐，去甲迄边沿海巡视迄寡外哨。就是去迄边巡视迄寡外哨吼，以便转来报告迄边的情形。同时间下令，讲要去甲迄个被风吹倒的海报，也会当摕到的所有的工具甲其他物件收集起来，炸转来遮。对清水溪迄边，阮有听到讲，清水溪是，之前讲清水溪敢若是台南高雄的即个交界溪啦吼。我查者，清水溪。即嘛是南投清水溪吼，毋是即嘛咱遮即台南高雄遮即清水溪，应该是遮啦吼。我看一下即嘛即条溪叫啥名？红山山民南啊，去公山林竹遮吼，公山北平，即条即嘛叫做哪无写？梨林溪啦吼，梨林溪应该是遮吼。讲对清水溪迄边，阮听到讲，迄个用竹啊起的外哨的厝被冲走去吼。不过，阮迄寡士兵因拢还阁活伫。伫咧普罗宾西亚迄边呢，只敢有少数几个新仔人的老厝倒去，迄边无人死伤吼。为此，哎哟，这无简单诶！你看，伫咧即个安平遮吼，伫咧台湾遮啦吼，伫咱遮城遮死几片诶，厝倒几片诶啦，毋是规间啊几片诶吼，规片全倒啦吼。结果用普罗宾西亚遐，敢若一寡老厝倒去吼。为此必须感谢上帝，内陆农地情形，阮还未接到消息吼。毋过相信讲迄寡农夫诶损失嘛袂少啦吼。就像今仔日下晡，阮有接到报吼，一个悲惨诶例安尼，就是讲伫咧本国嘅7号甲8号中间，迄个大水来甲遮突然吼，遮尔紧吼，冲涌落地。因个即个所在叫啥 ？Groendo 即个荷兰文写吼，无写汉字，毋知啥物所在。因个即个 Groendo 一段路，互伫咧迄个海边的几个村镇吼，即个村镇名叫做 Smeerdorp 吼，伫遐约有毋知几间厝吼，空白远东远都空白吼，毋知几间厝全部被水淹过冲走。伫迄边内底吼，真侪新仔人被淹死。伫遐有一寡农地被水来淹去。安尼，阮对各方面所听到，全拢是悲伤凄惨的消息，而且还未煞吼，因为阮还未听了一个伤心的消息，另外一个伤心的消息已经伫门口等你要来报告，就像以后还阁继续讲的安尼，以后阁继续叙述安尼啦吼，以后阁继续来写吼。马沙高外哨的迄个下士指挥官对遐来阮报告讲，因伫遐的外哨的厝被风吹走去，毋过伊的士兵拢还活伫，因走去迄个县区顶头高丘啦吼，即个树就读丘读区吧，所以查一下，伊这是 Q。读 Q 哦，悬 Q 吼，因走去个悬 Q 顶头，避过迄个大水，
虽然讲迄寡管丘大部分拢也被冲走了，迄个下属前来处队的时阵，经过假野甲鹿耳门，伫遐呢，伊连一个活的人也拢无看到，因此已经会当判定讲，伫假野甲鹿耳门遐的人拢已经淹死咯。阮还阁听着真，敢若神者吼逃脱死亡活落来，迄两个死仔人亲嘴甲阮讲。因伫顶礼拜五，就是本国月6号吼，被派遣对胡无人用一只蚵仔船用一只壳仔船吼，咱拄要查即个壳哩吼，用一只壳仔船呢，载着牧师 Johannes Bacarius 和已故的牧师叫 Cambius 的官府的几啊箱仔甲厨仔要来安平遮要来台湾遮吼，即寡箱仔甲厨仔拢有定最近要送来处队，已经以便要载去巴达维亚。该船也有坐一个担任学校教师的荷兰人，5个罗勒甲鲁罗吼，还佫有2个其他的新仔人。拜六暗时啊，迄个暴风开始发作的时阵，迄只壳仔船来到马沙沟附近，所伫遐甲因的艇拍落去吼。即2个新仔人跳落水里，要去甲迄只壳仔船固定伫岸边的陆上的时阵呢，因当咧无用，安尼固定的时阵，迄条索啊，甲迄个钉脱落去吼，滴到迄只壳仔船飘出迄个海口，飘往海外，瞬息之间哦，就是忽然间吼，就被迄个强大风大水甲卷走去啊！看起来已经伫遐，应该是冰船遭难啊！吼，这嘛是一件令互人真伤心的意外事故吼。阮对小人接到报讲，有20个死仔人利用舢板的破片，对北山尾去到遐，因嘛伫咧4年逃生。又搁讲对北山尾遐拄则讲北山尾遐本来一寡渔场有一寡厝，死仔人住伫遐，结果厝全无去啊！吼，即嘛讲内底有20个人，即嘛应该是讲的即个啦。即20个人利用舢板的破片，就算一寡船破去的即个。船帮啦吼，利用这船帮因对4年逃生去到北山尾遐。又搁讲正甘蔗甲其他农作物的咸西港吼，咸西港应该毋是即嘛名，我看即嘛毋知啥物所在啦吼，咸西港。荷兰文是咸西港吼，讲正甘蔗甲其他农作物的咸西港的产源甲其他的产源拢浸水，约有1人悬吼，因此造成迄一角位啊未少的损害，对上述迄个小人社呢吼，毋但厝被车倒，连竹啊也伫咧该社死过，被风飞出地面吼。哇，厝吹倒啊，结果迄个竹啊拢互风吹甲飞出来吼。伫咧赤坎的庭院里吼，也有真侪树啊被迄个强风吼，该规蔓出地面吼，真侪篱笆树瓜也被去风吹走，即嘛有超过30只的舢板被水甲风的威力撒上陆地，因此伫咧航道上强看袂到任何的舢板。迄寡善食可怜的渔夫甲其他的平民吼，一定会遭受真大的损失甲哀痛吼。今仔日上午 ，Frederick 国的国下规啦吼，规若无。应该是无毋对啦吼，进前无直接讲吼，但是看起来规已经接即个台湾长官吼，伊个职务啊吼，伊是末代的台湾长官，所以意思咱国事已经伫咧无声啦吼。今仔上午 ，Frederick 规国下坐船去快艇马艾森号的残骸遐吼，详细观察该船的状况，转来报告讲，该船的船体已经完全离开啊。破离去啊，离开啊！吼，海水淹起来时阵，水龙对迄寡碰淹入去，因此大家认为讲该船已经无法度修好啦吼。不过现在还有机会，甲所有还有可能留伫该船里的物件，对船里来甲摕出来，或者是haul出来吼。譬如讲锁啊啦、篷布啦、箱啊、桶啊、其他的器具，还有几门啊大炮吼。因为看到讲船舱内底迄寡舱喙，还佫拢关掉咧吼。伫咧即个装座诶，即个码头，就装啊起诶码头附近诶沿边啊吼，以及海滩
各所在飘来真侪是那男女的即个尸体，即寡尸体由因的亲友、因的朋友搬运去埋葬。阮下令讲，不准公司的囚犯去协助搬运埋葬即寡尸体，以免造成厝地有臭气吼。今仔日规工拢是真好的天气，晴朗，风对北方吹来。哇，即个10月8号的即个大风台吼，真恐怖！即个你看咱读遮侪遍的即个，咱已经读几啊年的日子吼。我是讲荷兰时代读遮侪年啊吼，风台最上大的即一遍吼，毋捌拄到遮尔恐怖的吼，真恐怖。10月10号拜二，又阁是非常好的天气，微风对西北风吹来吼。今仔日又阁对快艇马来神号的残骸浮起一批锁啊，甲其他船顶的气躯来甲伊杜装起来。你若无听到，有兴趣再家己去现1656年10月8号暗时啊吼，忽然间风雨大作吼，而且速度足紧的，嘿。这敢是风台，那感觉这是比风台更恐怖的吼。好，10月11号拜三，上午领航员 Sick Peters 转来遮吼，伊是昨日被派去对，昨日是前天啦吼，被派去对厝地去北边的海滩去遐巡视，若是看到听到有尸体吼，就爱去搬运埋葬等等。伊报告讲，北线尾迄边的土地被冲刷吼，被改变甲遮尔厉害，已经面貌全非吼。以前的人已经认袂出来了吼。即个地貌规改变去啊吼。我最近开始咧读另外一本是叫做是甘伟林伊所用英文翻译的荷兰时代文献吼，知名叫做荷兰统治下的福尔摩沙吼啊，伊一开始吼是先了解台湾的这个四角四色的这个地形啦吼。对什么？对东海岸开始了解啊，对北海岸是阮新竹遮吼，一直往南甲了解甲台南，我看较台南遮吼，就是安平遮。伊咧讲这个台湾西海岸的时阵吼，我差不多我看伊咧写，我完全毋知伊咧讲啥物所在吼，因为伊讲的迄寡所在，即嘛拢完全都看袂到吼。比如讲，你对淡水过了后吼，伫南坎即边吼。规片的，伊拢讲有足侪沙洲，啊，连续落来，沙洲叫做沙洲啊，什么岛啊，有甚至有名吼。但是你即嘛完全看袂到，你即嘛去拍开迄个卫星图吼，看台湾卫星图，西海岸根本就无遮尔侪沙洲吼。当然，伫个台南遮阁有吼，伫个反正就是迄沙洲即嘛已经经过400年吼，这。台湾的西部海岸其实改变遮尔大，足大吼！你敢若看，讲即道一个风台尔，一暗尔吼，已经伊讲安尼写讲，被改变甲遮尔厉害，已经面貌全非，以前的人完全认袂出来吼。你看台湾即个变化吼，会当伫一暗之间就已经变遮侪啊！免讲这400年前，甘伟林所写的迄当阵的西海岸，根本就我完全认袂出来吼。好，继续。以前伫嘉义甲鹿耳门，以及伫小可往北边去迄一角位啊，吼，大部分的地形是沙丘甲悬地吼，沙丘甲悬地吼，而且伫遐嘛有日本来的船漂逝，已经接近福尔摩沙厝地的漂迹的，现在拢完全被冲刷离去吼。即只讲一项代志，我。感觉真好现吼，讲日本来的船因伫咧福尔摩沙伫迄只漂逝，算来日本人会留一寡记号，讲因来去食的款安尼吼。结果即嘛拢看袂到吼，变成一片平坦的海滩吼。2年前，有咱的迄只 Ready 号的船头一
距离一段所在，一段距离的所在，就是伫咧鹿耳门附近的迄个所在，有一批新仔人的尸体飘来伫咧绿洲吼。我先看拍几下地图者。即嘛伫鹿耳门，即嘛应该是指伫鹿耳门是指北线无马祖经。应该是四草，可能四草搁较北边对，伫咧即只吼专门开卡才有什么鹿耳门遮吼，应该是伫即个位啊啦吼。即较早拢海啦吼，即嘛拢变变平堆去啊吼。鹿耳门吼，四草只有一条鹿耳门开嘛吼，就遮吼。后来咱转来伫即只。讲伫咧鹿耳门遮后附近有一批新仔人的尸体飘来去绿洲，伊命令伊的士，即个伊是啥物人啊？就是迄个 Sick Peters 吼，领航员伊命令伊的士兵甲因埋伫咧迄附近，也伫咧假夜收带一个荷兰人的尸体，伫即个位啊吼，伫迄个位啊，伊拢无看到任何一个活的人吼。即个领航员 Sick 也派人甲迄个。倒落来海堡的一支茶牛下底一个尸体吼，流出来台埋葬啦吼。即个人伫遐担任临时的探访团队吼，结果綴死吼。也对即个碉堡甲一批刀剑、步枪甲其他的器具炸转来台湾遮。有一个对芒港的维利辛根碉堡被派驻遐的中士叫做 John Day Blue。派遣要送批来处队的士兵，也来坐即只舢板转来遮，因此阮现在也得以对迄个所在收到直接的消息吼。就维利森碉堡芒港啦吼，芒港，差不记芒港是什么所在？芒港，地理就歹啊。芒港是不是？牛港是新达港，叫芒港什么所在？布德港啦吼，布德港吼，布德啦，即嘛叫布德啦吼。伫家己我因足远啊咧，东石南平遮吼，布德。东石遮南平布德港吼。我看了这个飘这个关大卫教堂啦吼，我真正想无，这关大卫教堂是够歹一个建筑门啊，这是啥物人起的？我看我就查者吼。若是政府起的，实在是无使试吼。Ctrl V。看嘛，这个关大卫教堂是台湾嘉义县布袋镇海景公园内底大型装置艺术造景吼。我要看一下是啥物人这样的物件建设吼，起这设计这物件吼。虽然名叫做教堂，但是由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建造吼，这个伟大吼物件建设这个风景区管理处吼。虽名做教堂，但毋是基督教宗教场所，无牧师、神父等等住在吼。含水真教堂共款是无宗教性的西式的结婚礼堂甲婚礼迄个。拍摄地点吼，互你伫遐翕相吼。好，来，咱来看一下设计概念，出自台湾近现代计撮文化中，新娘穿关大为打破遐片吼。以此个别过去无好的种种，从此展开人生美好人生的意涵吼。讲较好听吼。
啊，你真正安尼摕，即囡仔嘛会晓，莫讲囡仔咯，即凊彩人拢会晓设计啦吼。设计毋是安尼物件啦吼，设计毋是讲你讲出来，我著画出来，就是安尼吼。设计是爱你甲迄个，你爱对有形内底，甲迄个无形的物件，迄个精神，迄个意涵，你爱摕出来了后，用你的头脑啦吼，用你的迄个创意的有创意迄个头脑，再搁甲迄个无形的物件，再搁经过转变，转变啥？转变出有水的感觉的物件，毋是迄个一看咧感觉白拄拄咧线条啥讲，我实在感觉就挡袂牢。为虾米会有遮尔歹的物件设计出来做伫遐呢？吼，这个关岛的教堂伫建造期间不断保守外界质疑啦吼，争议特别写一条吼，争议讲烦恼将来将来会可能变做即个市网馆吼，等等种种的问题一度停工，后来经过报道镇长陈浩梅嘉义县议员蔡伟杰报道镇代表会主席区斌副主席民进党海区立委参选人蔡业瑜报道餐饮界代表乌婆陈冠奎零人争取之下，则个加调复工算个到尾个起起来好啦。你就是公家钱开钱去，我即嘛，这毋是啥物，将来可能即嘛已经我最近看了，最近都已经是变做是台湾一个市网馆了，即嘛无人要去遐去看嘛。即种物件，就是安尼过一站嘛，附近也无配套的物件，一片足偏僻的所在，啥物人要去遐？好啦，这表示台湾的美术教育有问题嘛？再即种物件你争取讲你要搁甲复工要起起来，你要复工起来，你设计图吼，这敢若看来这设计图嘛爱配废，这是啥物物件？歹势啦，我读甲实在是心内就感受剩30分钟，我想讲者阮即一运的较早其实伫咧国民党时代受到迄升学主义的影响，其实影响非常之大。就是讲，较早定定重视讲，我毋知较即嘛是安怎啦较早敢若重视讲数学、英文、国文，就是即寡联考要考试的会当摕悬分的即种的就即。大家都重视，学校重视，老师重视囡仔嘛重视，因为要考悬分嘛所以整个即个社会的风气足歹，就是讲规个教育其实是干那为着要培养一寡考试的机器尔我就是本身是上好的考试的机器，我培养我足好的本来我本身就爱读书的人我读书嘛是无方法，就是讲当然毋是啥物方法啦，就是讲我的意思是讲我是一个考试的机器，足好的考试机器，但是这实在是。无必要靠你学校来训练我做考试的机器，你免训练我家己嘛有法度。我真正感谢我自细汉自小学、初中、高中，我拢拄着好老师。啥物叫做好老师呢？就是因真足坚持，甲因要教迄个科目好好甲你教。就算伊教的是音乐，伊教的是美术，伊教的是木工，伊教的是家政，伊教的是个啥音乐、美术，我拢拄着好老师，甚至。童军课童子军课，我这几工才甲我拄着一个附近，我拄着一个台湾人，伊讲伊较早伫台湾做老师，伫咧台北教个台北初中，我甲伊讲我较早对一个，我讲迄某咪老师，伊讲伊拢知，因较早还没足熟。我讲你若有机会再甲帮我转达，讲我实在有够感谢迄个老师。我其中讲就是一个童军老师，伊教阮安怎拍迄个甲迄个拍手啊角。我甲讲，我到当又阁会记安怎拍迄寡手仔角我来美国，我用袂着啥物微积分，我用袂着工程数学，我即拢用袂着。
但是我用着我初中时代迄个童子军老师甲我教迄个数学，因为我迄当中要游两条数啊，要游迄个拍三个数啊。你拍三个数啊，阮是反正爱拍格，爱拍格甲落来吼。啊，你迄个格吼爱拍格了后，你迄三掉了，迄重量会甲扭落嘛吼。所以你爱用一种格，就是你愈扭你会愈暗，袂讲因为愈扭煞愈灵，啊是讲扭落规个数啊，就规稳落去安尼吼。啊，所以我就想着讲，我较早童子军课时，老师有教的一种教，就是你教好势了，一扭愈扭伊就愈暗，伊袂愈扭煞凸起安尼就对了吼。我甲讲，我用着迄个教，迄是伫个将近我想算啊，将近40年前，一个童子军老师敢若甲你教，啊伊足认真甲你教足侪，当然伊毋是敢若教即个教足侪教，啊伊佫惊你袂记，伊佫甲你教一寡考诀吼，安怎讲，安怎拍扭者安尼就会使吼，教考诀叫你背起来，啊伊会考试哦，阮较早童子军老师会考试的哦，考试啊考了你有会拍分数的吼。我即摆是讲一个例尔，我佫讲另外一个例，讲我之前问阮查某囝，阮查某囝伫遮读书大汉的，我问伊讲，你五线谱你看有无？你有法度家己看谱唱歌唱出来？伊讲伊无法度。我讲你学校音乐老师无教，伊讲无。我甲讲我伫个台湾的初中学着即个技术啦吼，算技术，学着即项才能，我有法度家己看五线谱，家一条歌唱出来安尼。啊，你顶头有啥物升记号、降音记号几啊个，我嘛有法度家己算的了，有法度知影讲这要唱安怎唱法。这毋是高中考试考出来，这毋是大学考试考出来，这是阮较早音乐老师足认真教出来。我初中的音乐老师足认真教，伊讲你以后去读高中的时候，恁高中老师会足重视这，你若无好学吼，你将来去高中的时候，你会去用，你音乐课可能袂及格，你会去用老级啦吼。所以，阮初中的老师，音乐老师足认真教。啊，当然高中老师就免讲啊，伊绝对是我拄则讲吼，你若无学吼，会甲你断掉吼，你因为安尼你有可能会去用老级真重安尼吼。所以我音乐，我的美术，我甚至就连拍数学教，我伫学校学着，我真正感动，我真正感受到，迄是无，真正是迄才是足价值的物件。我伫学校所学着迄寡，比我所学着国文、英文、数学，我有法度甲你看。我对迄寡老师所学着的物件，顶多是我感觉即嘛价值甲袂，真正是无法度通讲出我心内话感谢。即才是教育的目的啊！我比如讲美术，为什么我拄则会法度讲迄寡？我较早，当然我这毋是对高中，我较早的美术老师无教甲遮好啦。我即个设计方面呢，是我较早对一个伫大学咧教设计的老师遐，我去上伊的课，我学着吼。伊甲你讲啥物叫做设计？设计是啥物物件？你本来想讲设计是咱画图吼，敢若会晓画线看迄装潢杂志安尼，毋是。我去上迄个设计课，迄个设计老师嘛足好诶。伊放电影互你看，伊甲你放音乐互你听，伊甲你教一寡足侪物件，但是对迄寡物件你会当去学设计概念安尼。啊，即早是你对这个老师学会着物件，你对这个老师以外，你可能家己看字就看袂着，但是伊甲你教遮侪吼。即嘛是 AI 时代哦，其实你若无法度比 AI 较强，我甲你讲 AI 比你更较够教啦吼。但是你得有法度讲用人是 AI 想袂出来 ，AI 无法度甲你教，你有法度教即寡学生囡仔，将来你才真正是好，诚做一个好老师啦吼。剩7分钟尔，我讲到遮就好。台湾实在是足需要安尼的老师，就是伊对伊家己即个本业伊尊重伊家己的本业嘛，我尊重我家己咧教的即个专业嘛。好啦，啊，才有法度教出一群学生囡仔，因对美术、因对音乐有概念嘛，才袂做出设计出即种真正是外行人才做会出即种见效大的物件。
你若讲叫我带一群外国朋友去看这，我感觉足见效的，我感觉真正足见效的。好，讲到这报道呢，讲到这只吼，好啦，歹势讲到遮来，咱甲这篇读个煞吼，剩7分钟。好来，看到倒位啊吼，讲有一个对对，讲即个伫咧小人报告遐讲伫好来，遮有。好来，这段对遮开始读起吼。政务员 Verber 和牧师 Bushoff 对小人来处队报告讲，对顶一厝的即个暴风当中，小人写的教堂甲学校以及39间内陆人的大厝，甲所有的蛤蟆洞根，即是啥物所在吼？蛤蟆洞根是应该是原住民的一种厝啦吼，叫蛤蟆洞根，但是究竟是何种的厝吼？目前也毋知吼。讲39间内陆人的大厝，甲所有的蛤蟆洞根，甲厝里的厝、田里的厝吼，拢被风吹倒去吼，规片的。你看这真正拢规片的啦。我想这敢是风台，实在是比风台较恐怖哦。伫咧麻豆社有40间大厝，甲150间的측村吼被吹倒去。伫咧德鲁国社所有的厝拢倒去。德鲁国吼，德鲁国是啥物所在啊？敢若是家己啦吼，我真袂记得啥物所在啊。查一下吼，德鲁国社，即个啥物管道的教堂吼，你若讲真正是好的设计吼，莫讲你附近足偏僻，你若是好的设计，所有对设计有概念的人，拢会有兴趣来看，因为绝对袂讲是啥物，就算啥物市网啊。馆啦吼，绝对有迄种对艺术、对建筑、对设计有兴趣的人，绝对犹阁是会看，会来看，犹阁是会来参观，会报人来看，会带人来参观。对国外国较远就走来看吼。你伫咧网络顶，你伫咧专业杂志顶，你伫咧文献顶，绝对会看这个人对。因为推崇安尼的即个建设，安尼的设计，绝对会，伊绝对是会个准挖落啦吼。袂像即摆讲个啥物变做网啊馆，无人要去遐看。啊，当你遮歹，你啥物人要看吼？我捌一道专工为着要看一间厝，我驶5点钟的车去滨州看一间厝吼。叫做落水山庄，然后你若兴趣，你怎样看卖落水山庄吼？落水山庄，你可以去查看卖啊。我当小，我敢有我有小吼，我互恁看者。繁体吼，落这间厝吼，你凊彩看下这图，你就看会出是足水的一间厝吼。我即嘛临时找，拄则迄张图就足水的，但是看袂着。来，过来看一张。好，咱无法度放大呢。吼，就是这间啦吼。我煞甲伊个设计人的名都袂记咧吼。叫做 Frank Lloyd Wright 吼。这是这个 view 是大家上常看到一个角度啊吼。这是足水，你若是好的设计作品，这一个深山你看嘛，你嘛看会着，这深山哪来？我交通无方便啊！我敢若驶车，我对遐驶车去5点钟，我为着要看这间厝，我咪驶去。我去遐看，伫内底行说说，我这附近也无
啊无你卖烟钱的，啊无你啊无麦当劳，啊无7-11，就敢若一间厝尔，你看了你嘛是偏某就走啊，你也无啥物所在人好去看吼。但是这只永远就是有一群人会来看吼，因为是足好的即个建筑的作品嘛，大家拢知影会来看。好啦，我为什么讲对遮来？我意思就是讲，台湾人你来学会晓最好的物件吼，毋是迄人。我嘛袂晓讲，就是你表示美术教育问题嘛，你设计出迄种管大话教堂啊，大家也认为讲哦，这是偌水偌水，够歹就对啦吼。我头一遍看，我感觉哦，这设计失败的作品那会，哼，哦，倒落搁写吼，歹势，搁想对遐去。歹就爱骂，我真正无客气吼。红叶其实嘛，台南市东山区白河即角位啊，吼，东山白河啦，吼，其实是台南县已经离台南市足远啊，吼。我所讲台南市是较早府城啦，吼。地图伫遮吼。白河东山伫差不多伫即角位啊，六甲市，哦，遮吼，白河东山遮吼，叫做道路角。后壁，白河和嘉义县就已经是算交界啊，吼，水上遮吼 ，OK。好，咱继续读咧吼。伫咧道路角下，所有的厝拢倒去哦。我即满时间是毋超过啊？我拄好时间到吼。所有厝拢倒去吼，只敢若剩7间无倒吼。因也证实，所以即嘛要讲，毋是讲倒几间啊，是即嘛是讲剩几间无倒啦吼。因嘛证实讲伫咧咸西港一带的农产吼，海水因过迄寡农作物有质量悬吼，因此迄寡作物遭受是真大的损害。伫遐海边啊，有约30个新仔人甲一个当地的人被大水冲走淹死，因要以小人社当地人的名义请求，因为因竟然必须伫咧1个月内建造教堂甲学校教室2摆，也互因丧失真侪德啊。因此请考虑互因一寡精送品吼。用来鼓励因搁较骨力工作。今仔日有一只小胖船对新南海下门来到遮，坐27个查甫甲4个妇人人载来下列的物件：40斤油、26包新南薰草、1捆粗纸、50斤粗制作皮画的皮啦吼，10匹的粗棉布、15匹的西菱。这只小胖船是属伫官员丹尼亚的丹牙吼，丹牙吼。这只小胖船属伫官员丹牙，就是丹爸啦吼。这应该是翻译的人注解吼，丹爸是伫咧12工前对厦门出航，伫咧平湖停伫咧遐平湖北停10工。这只胖船的船老大甲阮讲，海顶导航敌人的确实的情形，甲阮讲，伫伊离开厦门的2工前吼。国姓爷甲伊所存活兵力对海上、陆上派去福州，这件代志嘛是真的。国姓爷随亲自军倒后壁去，拍算要去征服福州市甲附近的地区，用迄个兵力要去围攻福州市，显然有机会通一举攻占该省。迄时山甲漳州两省，山什么意思啊 ？SAN。甲漳州2省也必将归顺国姓爷，然后伊拍算要用即个力量，搁去甲海顶夺取来吼。国姓爷即次的出征所带去的士兵甲水手，听讲有14万人，要用即支兵力封锁所有通往福州的道路，互塔坦的军队袂当来福州支援解围，或者是来到福州的即个边沿的所在吼。以前奉命统管南澳的官员叫做陈爷，和另外一个官员当作奉命担任老守厦门的最高指挥官。双方对抗的情形如何，伊还要听讲。结果将会如何，阮也还需要时间分析。
出外问伊讲，敢有关系到芳船搁再来台湾交易的消息？对此伊无消息，通甲阮讲。不过听讲抑搁有一只小芳船伫咧最近要来军队前来出队，要军队前来出队。今仔日天气真好，微风对西北风吹来。好，今仔日读到遮吼，今仔日读到一条大消息，吼，讲也是非常大的消息吼。台湾发生遮尔大即个风台，死伤遮尔惨重吼，厝倒遮侪间吼。这荷兰人实在是真衰啦吼！好，大消息啊！我家己个吼，踮遐踅踅滴啦吼，我实在是足挡袂了啊！人看到台湾即个，我自细汉看到台湾即个，我毋知要安怎讲诶，奇奇怪怪诶设计吼。你伫咧公园啊，你伫咧庙附近诶迄是我庭园啦吼，较早拢只爱做就。中国庭园或者庭园山水迄种设计吼，但是有诶实在是粗制滥造吼，我毋知要安怎讲。这实在是希望将来台湾每一个人，迄个即种物件吼是自细汉培养出来吼，迄有当然有人迄个天生有迄个有迄个感受，有迄个能力吼，迄种有人就是我都算你乐器咯，我都免人教吼。啊，但是有诶是会当培养诶吼，你老师会甲你教，会教你讲安怎啥物叫做好，啥物叫做你会晓欣赏，你会当，比如讲教讲要安怎教说啊，即种物件，迄才是你一生吼，你对别位可能学袂着诶吼，你会足感谢学校诶教导啦，但是吼，好啦，讲到遮啦，再会啦，感谢各位关房吼，礼拜时啊继续来读即个。歹势，毋是，无啥物失礼啦吼，就是吼，实在是吼，迄为着一时诶吸引人，甲吸引人一世人，迄是无完全无共诶物件，迄为足深入诶，莫讲足深，迄毋是深啦，迄是只要内行人小甲你点者，你就有法度知啊，原来安尼做才是对诶，才是好诶吼。啊，但是都无人教吼，自细汉吼，教你趁大钱尔，无教你讲安怎做好诶物件吼。好啦，到遮，感谢各位，咱来开房间啊吼。要开讲就才讲啦吼，我毋知要安怎讲，但是我要开房啊，我要开房啊吼。要怎开？